杜哈杜耶尼罗雷嘎打过这松说了第一呢万波马是的打到们的伢过那松的东西杜跟人有这把嘞。你批多耶鸟人的几几年没拿过没来看都还有他的大瑞过巴士贴贴瓦比嘛电推都比起吧嘞。干奥奇嘛打牌得来的东没真弄来看啥嘛？一拿过杜耶都能电高有给比。库萨罗亚比罗表了一把嘞，学有哪里看，过了批多哈，今年也压过四天没，硬是没拿批哪给把嘞，多哈你了批多个，明明的要过，他妈中午整，一面正虽然那得到门的是多把嘞，大家多哈都也按那个这边头抓的你呢，哎里面的那个你了批多呢，对面的那天天伢比起把嘞，大哈你了批多也得看的嘛那个，边边腾腾那真是一个那个，那人也讲嘛了，过了批多哈有高位的那鬼龙大给把嘞，我啥按那只嘛的问题了耶，半波股你们呢多，你批多哈。别人批哪给吧嘞？他别买都哈，你不要去过了，龙娃当然没提对呗，比白他的是吧？别人没那样，你帮面说，你留数他整过，看呀别买，你不要去哈，你真的看面，你真没那你有真是个啊！都嘛哈，都为你大作业工地考过，天天播，你来双工做啥给吧嘞？如果你有啥个实现一个变那个啥波段，都嘛哈，那明天一不说来看，别人明天为什么我用那个，这边做个送片来吧嘞？他别买我用那出路必须要你买的，那你谁看没掉个？挑那个没到啥的米比我用那个。米水能直接吧嘞，一不说不看那个咯，脑子里嘛起码不怎么差了吧？他别买嘞，米不要只下，谁听那个点么点给吧我？艾丽莎多嘛哈，那米做家中一出事啊个，能弄嘞可以来吧嘞？一出事啊哈，等下我们一门嘞做啥做老切咯，点那啥么事嘞，我用那个判定能给吧嘞？艾丽卡在嘛，米不要只下，陪明年时间呢，他妈中午整结束电视打过，咋滚也给来吧？多嘛哈，第一款一个东差别，一出事啊时间呢，一出边啊定北部当初给吧嘞？陪明年一段，为啥的贴过都没有了，天内果然出了北京路吧？艾丽起码点陪明年哈，能略变个，安那是文字调也偏阿北木个肯定也吧嘞？都哈艾丽文字也米批多个，米不要偏没得大白，定不起也吧嘞？你米不要得嘞哈，十几万米，唐老手搞的得是也许多吧？多嘛哈，偏也没那大北木个也有个段，偏也啥子上来提，也往往没有哪天吧嘞？偏明年哈，能略也累过。没抽职业，直接没傲嘛，感觉你也懂吧？没抽职业，媒体多个，都是嘛的，你查算的，为啥那个出边来的卡便宜嘛那的也哈，吃真正的哎呀大比，我些也没办了嘞。老对你嘛，你不要只查，多嘛过来人家做他的，为啥个有上比，偏成都要对送给别人，看你搞我嘛，偏你送查他那个呗，你对这样吧嘞。你不要只哈，问你这鬼算的嘞，那边这样那个，人也讲嘛咯，人家等的门的要是来了嘛，批吧嘞。这路陪明年嘛，但明是无所言，都哈体能过，对面对战嘛好保护。啊那是问题个，但你们那个做出来的天看不嘛，都也没听到过，你不要讲这片。陪明年个，别的鸟别播，他们偏阿别人说喇叭的。陪明年嘛，小辈是声音哪有嘛的吧？差一次这样是的保护。你不要知道了，是这是的安的到底呀吧嘞？多嘛哈多嘛。